想食到真正香港製造嘅港式小食，有超過50年歷史嘅老字號品牌九記食品廠，一直堅持每日新鮮製造高品質嘅街頭小食。今日就等我為大家推介由九記食品廠所推出嘅招牌魚蛋黃啦！九記食品廠嘅招牌魚蛋黃擁有金黃色嘅表皮，入口爽滑彈牙，魚香仲好濃郁添。所有魚蛋都使用咗高質素嘅深海魚肉作為原材料，絕對唔會使用養殖淡水魚，咁就食得健康又放心啦。而且可以長時間烹煮，仲唔會變形發脹，可以保持原有嘅魚肉鮮味。如果你對九記食品廠所推出嘅招牌魚蛋黃有興趣嘅話，就快啲上去 CMA 糧倉專頁或者九記食品廠嘅網店選購啦，仲可以去你各個銷售點選購㗎。